美國國務院呢就對香港突然宣布發出旅遊警示。嗱，咁呢次應該印象中呢就對香港發出一個係最嚴重嘅警示啦。因為呢佢就話提醒美國公民香港政府已經修改咗國家安全法嘅執行細節。簡單啲嚟講呢，就話如果拒絕香港警方提供密碼或者協助解密，咁以供警方檢查個人電子設備，包括手機、即係啲筆記本、電腦等等，就將成為刑事罪行。咁而呢項法律適用於所有喺香港境內嘅人，包括正在香港嘅美國公民啦，以及在香港國際機場入境或轉機嘅旅客。咁而英國咧係每半年對香港嗰個報告咧，咁亦都係不斷講啦，就話而家香港個國安即係太嚴重又話講到香港冇自由搞到係中國香港政府咧係連夜嚟不斷咁堅決反對一個中國又話呢啲顏色革命又話搬石頭打自己腳呢啲咁嘅四字詞語，一就會慢慢同大家講咁但係我自己覺得美國國務院對今次香港呢個警示咧，都真係相對係比較嚴重咁會影響到香港啲咩呢？咁今集咧記住留意啦。睇片前希望大家免費訂閱，方法就右下角撳訂閱時間，就記住撳鐘仔揀晒全部，然之後左下角俾個 like我，感激感激。其實美國國務院發布咧就對中國香港、澳門地區旅遊警示咧，咁都講得好清楚嘅，就話只係香港政府日前修改咗嗰個國安法細則咧，就話旅客如果係拒絕向香港或香港警方提供手機咧、手提電腦密碼或者協助解密咧，咁如果係國安嘅案件入邊，咁係屬於係刑事犯罪，咁有機會被逮捕嘅。咁佢都講得好清楚啦，係國安案先係咁嘅啫，即係平時其實如果有普通一個閒必嘅警察問你攞密碼呢，咁就唔俾得嘅。咁但我想反問翻係中國香港警察啦，如果你懷疑嗰個人個手機入邊有啲光乜乜乜時乜乜乜嘅一啲口號，或者甚至乎佢哋 WhatsApp 之間呢係寫啲嘢意圖謀反係祖國。呢個係你諗嘅咋，但係你可以講係將你嘅諗成係極度懷疑。點解？因為佢着黑口罩、黑衫而且佢嘅口罩咧上面係印有白色字咧，寫住加油香港。咁我就係極懷疑咧，佢同19年嘅黑暴勢力有關而咧就希望佢解開密碼，咁樣得唔得咧？咁想咁樣算唔算佢呢個國安案件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你問任何一個即係國安又好、香港政府人員都好啦，佢一定答你唔到。就係咁簡單嘅啫。咁你幾時先知咪當有一日發生事嘅時間，睇下佢點樣 define 咯。就係嗰時先知嘅就係冇錯。所以話呢一個嘅執法行動呢，我覺得係同量子執法呢係好直接㗎。因為只要發生嘅時間先會發生嘅啫。你未發生嘅時間呢，就會儲存喺一個叫 superposition， 意思即係話呢，喺你未知道嗰件嘢發唔發生嘅時間呢，係有機會係發生同唔發生中間。但係當你呢發生事嘅時間，即係好似一拳書店嘅話，無端端話賣本書都話係犯呢個國安法嘅。去到嗰時咧，你就知道究竟係咪犯法啦。呢個係咪正所謂嘅叫量子法例、量子執法呢？中國香港政府咧，亦都係發出強烈不滿咧，就外國機構及政客咧，就對香港國安法係實施係細則嘅修訂咧，發表嘅誤導資訊同埋偏激嘅抹黑。政府發言人就話啦，只針對係一啲係外國機構同埋政客、反華組織同埋媒體等咧嘅實施細則咧，就係特別係其附表1所發表嘅誤導資訊咁同埋以偏概全嘅即係描述咧，表示強烈不滿，咁並且嚴正澄清，以正視聽，強調實施細則係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嘅條文，警務人員必須喺有合理理由懷疑電子設備可能包含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嘅證據，並向裁判官申請咧手令及獲得授權之後咧，先至可以根據手令咧係搜查電子設備，絕非能隨便喺街上要求普通市民取出其手提電話等電子設備並提交密碼，完全符合基本法對通訊自由同埋通訊秘密嘅保障。咁但係香港咧，咁亦都係即係有法例保障市民，就係話咧唔可以係自己去即係被認罪嘅。咁如果你話而家警察就話，總之有咩手令都好啦，咁就叫你交密碼咧，咁係同呢一個所謂嘅叫做係自認被定罪咧，係有一個 contradict 嘅，有一個係衝突嘅。咁而家呢樣嘢咧係冇人係就住呢個情況咧係講清楚嘅，咁或者又係嗰句啦，總之國安法大晒咯嚇，講完。雖然咧政府就話警務人員咧必須喺咩合理理由，咁但係而家你都明白啦，新時代特色主義中國香港警察做嘢，佢覺得嗰啲咁嘅合理理由，好多情況你聽到咧都真係
我笑咗一聲咯，因為我覺得咁都係叫合理理由啊，咁合理理由咯。最緊要係中國香港佢講話係你係就係咁合理理由咯。呢個已經係一個係好客觀，你見到好多案件都係咁，唔明點解即係搞間報館話成間報館封咗，又話佢寫啲咩言論啊，又話咩收美國佬錢啊，但係咧喺嗰啲國安案入邊咧，完全一蚊都冇咧講到佢收過任何外國勢力嘅錢喎，咁就話佢勾結外國勢力啦，咁啊已經犯咗法啦，咁呢啲佢話有證據，咁呢啲佢話所謂呢啲證據都係證據，咁咪證據咯，法庭都判咗啦，唔係點啫？咁所以你記住啦，即係佢哋所講嘅證據咧，我自己睇好薄弱嘅，薄弱到我覺得唔應該告，咁但係告咗有人坐20年啦，咁冇啊，咁薄弱都係證據啊，咁我所以只能咁講，薄弱又好，咁但係而家喺呢個國安法底下咧，咁啊成為一個強烈嘅證據。咁如果你話嗰啲警員突然之間好似我咁講啦，feel 到佢着黑口罩，戴黑口罩、黑衫黑褲，口罩又寫住啲好似疑似係即係港獨信息嘅，咁我可唔可以就咁樣，然之後係揾法庭手令去查嗰個手機啊？咁好啦，然之後就話因為要過呢個裁判官嘅申請嘅，咁我想問下會唔會有裁判官 say no 啊？我就問下你啊，如果國安申請問你攞密碼，有幾多 percent 嘅裁判官係會 say no 啊？有冇1%我都極懷疑啊！唔好話講0.5%啦，我真係我覺得係冇添啊，100% 係俾嘅。所以佢而家講嗰個絕非能隨便喺街上面要求市民攞密碼係啱，咁但係如果佢翻轉頭走去問裁判官攞呢個手令嘅話，你覺得會有幾難呢？可能係 delay 1個鐘2個鐘，可能喺呢 within 2個鐘頭之內，可能極其量係咁嘅啫。喂，仲要係可能咧，佢喺街度見到你。咁啊就懷疑你，好啦，咁啊當你有問題啦，即係請你翻去警方嗰度協助調查嗰陣時咧，都仲未有嗰個所謂嘅叫密碼令嘅，咁你唔使俾，好啦，咁但係點知可能警方當時咧已經俾你叫你咧喺警局咧係可能係即係飲下咖啡先啦，好啦，唔夠2個鐘頭啦，揾到個手令咧，咪叫你交密碼咯，會唔會係咁樣啊？有冇可能？可唔可以咁樣啊？咁啊一定係可以啦，因為呢條法例容許警方咁做嘛，容許國安警咁做噶嘛。嗱，咁對於係英國咧，亦都有個香港半年報告啦，咁入邊嗰啲內容都唔重複啦，又話咩國安法好危險啊，又話係即係總嚟香港咧就要小心啊，咁總之香港嗰個自治啊，咁又會侵蝕啊，又話冇晒自由啊，咁講埋呢咁嘅嘢啦嚇。咁啊，特區政府咧亦都係出咗篇聲明，就話就住有關英國所發表嘅香港半年嘅報告，就即係2025年7月至12月啦，入邊咧就對香港特區各方面嘅情況嘅失實言論同埋污蔑抹黑咧，就表示強烈譴責，同埋必須咧係嚴正咧係直斥其非嘅。嗱，咁特區政府發言人咧就強調嗰啲咩特區政府嘅強烈不滿嗰啲唔講啦嚇，咁但係佢入邊講句有幾搞笑就話啦，中英聯合聲明嘅核心要義係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係沒有賦予英國干預回歸後香港事務嘅權利。咁英國對回歸後嘅香港冇主權、冇治權，也冇監督權。咁特區政府再次強烈敦促咧係英國認清事實，咁遵從咧係國際法同埋國際關係嘅基本即係準則。咁立即停止干涉咧，純屬係中國內政嘅香港事務。咁我喺呢度咧，我唔係幫英國佬講嘢，不過就住中英聯合聲明咧，嗱，如果你話呢個聲明簽咗係有效嘅話咧，咁其實英國係有權係所謂出個報告咧係監督住，因為你簽署咗啊嘛。咁喺呢個時期嘅時間，即係會先做有效時期啦嚇，因為英國都 so call 話呢份合約咧其實就擺喺聯合國入邊嘅，仲話係 valid 嘅。咁所以咧，佢喺呢個時間亦都係話啦，係就住呢個合約睇下你有冇去跟呢個合約嘅即係條款啦。咁所以就每半年出個報告，純粹係咁樣嘅啫，都唔好話啦。就算你唔跟都好啊，唔通佢話俾你聽攻打香港收翻香港咩？咁一定100% 唔敢，亦都唔會冇可能啦。我哋中國咁強大係咪？嗰啲簽20唔使起飛已經贏咗啦。世界上面有啲咩嘢飛機型啊？就係咧唔使出啦，已經打晒落嚟啦。咁同埋第二點，我覺得咧。香港政府唔應該引用中英聯合聲明嘅，咁因為根據2017年啊，有偉大嘅祖國官員啊陸康咧曾經對住電視機鏡頭講過就話啦，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沒有實在意義。佢係咁樣講啊，冇喺歷史文件嚟噶啦，沒有實在意義噶啦。你唔應該再攞中英聯合聲明講就話咩核心嗰啲係全部係假噶，冇啊，全部取消晒噶。你哋係中國啲官員講噶嘛，你唔係唔記得你哋啲老細咁樣講係嘛？唔緊要，你唔記得我提醒翻你啦。你以前老細講好多嘢噶。咁除咗2017年之外咧，咁再講翻遠少少啦，就係當時即係80年代嗰陣時咁我哋偉大嘅前嘅領導人啦，鄧小平咧咁對於係香港個回歸問題都講過就話啦，其實啦叫香港人
唔使擔心嘅。97之後呢，就係即係50年不變，馬照跑，舞照跳。咁啊，甚至乎就話啦，如果香港係俾英國人咧統治咗咁耐，如果當香港交翻俾我哋中國人手上嘅時間搞衰咗啊，咁我哋咪成為歷史罪人？咁啊，憑住呢一句啊，咁我哋梗係相信係鄧小平同志噶啦嚇。咁啊點知呢？即係隔咗咁多年啦，而家你上係國內網站揾鄧小平3個字都好困難啊！點解會咁啊？梗係啦，你講啲嘢你嘅事啊，大佬。咁你我哋而家個當權者唔係咁諗啦，可能咁你之前講啲嘢，我點解仲可以照抄你啊？咁梗係取消你把嘴啦！你都先遊咗咁耐啦，仲喺度將你啲説話喺度不斷喺個 internet loop， 唔得，全部 delete， 係咪咁啊？唔知啊。好啦，希望大家繼續免費訂閱，方法就喺右下角撳訂製時間就記住撳鐘仔揀晒全部，然之後左下角俾個 like 我，感激，約定大家，我哋下次時間再見，拜拜。